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母语葡萄园。我是台南大专的学生李涵。即马要延续顶一期的主题，专工来遮拄着你。接落来要甲大家分享台南大专是啥物款的所在。在遮的文化内底，年岁、背景甲信仰经历，拢无得分几年级，乃是鼓励大家自由思考。安心讲话，想到台湾的教育一直咧催囡仔向前行，却真少鼓励因去听家己的心声。社会上嘛有侪人因为环境也是权力压迫，无法度展现上真实的模样。阮珍惜遮的声音，借着一本册、一段经文、一个工作坊，来分享彼此的故事。嘛关心社会受压迫的角落。上馆有办过性别故事展览、以巴战争祈祷会，嘛有提供心理咨询的补助。当然，嘛面临伫青年牧养的议题。伫无同的世代之间，环境甲观念拢无相共，有时阵确实会听无彼此的声音。青年可能有背骨的想法，着急要替世界补破梦，嘛可能面对家己甲世界价值观的冲突，搁爱操烦学业甲未来，因要摸袂清家己的角色，侪心内话讲袂出嘴。大专提供大家安心讲话的空间，接纳青年的背骨甲犹疑。重视因对生命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邀请伊继续去敲碎心内真实的声音。无错，就甲查经同款，鼓励囡仔对经文提出问题，透过问为什么的过程去认捌家己的心思，嘛认捌心内上帝的模样。所以，若问我大专是啥物款的所在？我会讲，伊是重视每一个人的声音的团体。其实，台南大专对我的意义，就是像标题所讲的迄句：专工来遮拄着你。这个你是真实的家己，嘛是上帝。正是青年时期，一段会当自由游向世界、探讨人生的年岁，自我统合混乱的这款挑战嘛，临到关。我是啥物人？未来要行啥物路？遇到恶担当的代志，要安怎排解？伫这个无平静的年岁，是台南大专的团契生活陪伴我行过。伫查经的过程，因带我去反思，上帝要借现在的处境，甲我讲啥物？来到这的第3年，我豆啊明白，信仰是需要经历的。伊毋那是对圣经字面的相信，毋是有样看样的行为，是好好啊去听家己心内的声音，带家己上真实的软件，转来到上帝面前。我想，父母的上帝已经渐渐成做我的上帝啊！我定定咧想，这间店店发光要60年的红砖楼啊，可能毋是介侪人会注意到，而且逐年拢有人入来，嘛有人会离开。那安尼，上帝带我来到这，有啥物旨意呢？想到这，我常常想到圣诗540首，上帝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火，眠时照光明。这世间有黑暗，侪人着得，咱着照伊光，一人一角。是听，互阮自集做一伙，用无同的生命故事互相勉励。嘛做伙关心这个社会，超找阮会当伫啥物所在行出听的行动。
阮散去了后，也着爱将所受的造就，早起困的后一站。